人们三高最怕的运动，动起来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换腿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两脚一起来，饭后勾勾脚，碰糖特别快，跟我动起来，双手要打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关注健康不迷路。火球运动，大开胸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手臂向上，加油！动起来！手臂推一推，夹紧手臂。